讲到大肠癌已经是连续14年拢是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，不过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较无爱去病院，这癌症体检率也变低。去年的体检人数是平顶年减少15%。医生也要呼吁民众讲，这对抗疫情也是要有健康生活，亲像是卖食伤甜，而且是45岁以上的民众也拢爱定期去做排泄物的检血检查。受疫情影响，民众较罕得去病院，癌症体检的比率也变低。国健署统计，对2021年1月份到2021年7月份，鳞癌、子宫喙癌、大肠癌甲喙腔癌体检率减1成。其中，以14年来癌症发生率上悬的大肠癌减上济，2021年比2020年减15%，减了194000人。非传染性疾病占我们10大死因大概有79%。共同危险因子包括4个，一个就是烟跟酒、不健康饮食跟不运动哈。那包括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的风险，33% 的这个罹癌跟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。国健署表示，大肠癌发生甲死亡率有快速增加，而且少年化的趋势。爱食甜料、甲有糖的饮料、食食困眠无正常、参年岁食拢是病因。医生也指出，男性比女性得大肠癌的比率高1.5倍，呼吁若验出阳性，就要赶紧去做大肠镜检查。大便迄个内底有血吼，迄阳性的报告，你一定要紧做，因为你有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至30倍，提死伫大肠癌的机会可能会增加64%。国健署补助50岁到74岁民众每2年一届做血便检查，会当降低35%的大肠癌死亡率。呼吁定期体检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记者阿明金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